八字由年月日時四組光珠組成，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八字，因此玄學領域之中係極為普及，成為咗熱門嘅玄學科目。天干地支以60甲子循環，齋係男命、女命嘅命盤計算，就有51萬嘅組合。如果加埋大運，佢嘅組合數量就可以達到3000幾萬。再加埋流年變化，組合咧就可以突破過億㗎啦。正因為咁樣，八字用實取寫就會千變萬化，往往成為咗學習推斷上嘅一大難題。五行旺衰分析係八字入門嘅基礎，由此進階，再生為正格、重格、專旺格等唔同格局。能命需要綜合五行、生剋制化、刑沖會合以及通關調和等技法，以此推斷人生嘅吉凶禍福。八字能命嘅最高境界係在於命局組合與五行旺弱嘅靈活運用，講究法無定法，唔拘泥於某一固定嘅理論，方能形容精準。風水主要分為年頭同埋理氣兩大派別。古語有云：有其形，必有其氣；有其氣，必有其靈；有其靈，必有其吉凶禍福。由此可見，必先有年頭形勢，後有理氣嘅推斷。年頭講究山川形勢、環境變化，一目了然，真實可見；而理氣則門派眾多，百家爭鳴，理論千變萬化。風水界一向都有年頭無假、理氣無真之說。香港風水師嘅理氣技法以三元為主流，佢會隨着年頭形勢、坐向、宮位同埋時間嘅變化，呈現出唔同嘅吉凶禍福，實轉率非常之高。只係可惜理論體系複雜深奧，唔係咁易掌握，一般人往往望而卻步，難以深入學習。文王卦為周文王所發明，所以以此命名。又因為每個卦有6個爻，又稱六爻。算法以起卦當下嘅時空光之為參照，結合卦爻之間嘅五行關係，依據旺弱同埋六親嘅生剋制化、刑沖會合，再參照卦爻之間嘅動靜，勢應定位。主卦以變卦、空亡、卦象、數理等多重變數，綜合推演事物嘅過去成因、現在與未來嘅走向。由於卦理變幻莫測、層次複雜，初學者往往難以掌握規律。等到基礎紮實、融會貫通之後，解卦呢就好似看圖說故事，脈絡清晰，一目了然。